主后2025年3月14，每日圣安讲读经。耶稣伫倒位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5章第1节到39节。有一遍，耶稣徛伫吉尼撒勒湖边，有一群人快活去要听上帝的话。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，掠鱼的离开船得洗网。其中一只是西门的，耶稣上迄只船，叫伊搁小可离开岸，然后坐落去，对船顶教示众人。耶稣讲煞对西门讲，甲船过去深的所在，拍网落去掠鱼。西门应讲：老师，阮拼规暝，掠拢无，毋过你倒底讲啊，我就来落网。因一个放落去，网着真侪鱼，网煞用要破去。因下手叫别只船的同伴来斗骹手，因就来将鱼缀伫2只船，缀到满满，煞用要沉落去。西门彼得一个看到，就跪落去耶稣的骹前讲：主啊，请离开我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西门甲伊的同伴因为掠到遐侪鱼，真着惊。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。耶稣甲西门讲：毋免惊，对呾以后你会得着人。因拖船划岸了后，将一切放低，去缀耶稣。有一遍，耶稣伫一个城，伫遐有一个人，规身躯染着麻风。伊看到耶稣就趴落去祈求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耶稣伸手甲伊摸讲：我肯，互你清气。伊的麻风随时无去。耶稣命令伊讲：毋通甲人讲，着去互祭司验。搁照摩西的规定，为着你有得着清气，献祭物，通对众人证明。耶稣的名声哪传哪扩，规大群人聚集来要听道理，搁求伊互因的病得着医好。毋过耶稣退去偏僻的所在祈祷。有一日，耶稣在教示人的时，有法利赛派的人甲律法教师伫遐得坐。因是对加利利甲犹太逐庄社以及耶路撒冷来的，做官员甲耶稣同在，互伊话当医好病人。迄时有人用床扛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，想要扛入去下伫耶稣的面前。毋过因为人真多，找无路通扛入去，就爬去厝顶拆厝下，将迄个半身不遂的连床垒落去众人的中间，下伫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讲：朋友啊，你的罪赦免啦。遐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议论讲：这个在亵渎上帝是啥人？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知影因在质问什么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心内在质问？讲你的罪赦免啊，还是讲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，转去恁兜。迄个人随时伫众人的面前爬起来，
举伊所倒一床，转去因兜，哪行哪归荣光互上帝。众人拢真着惊，归荣光互上帝，心内充满敬畏，讲：阮今仔日有看到奇妙的代志。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到一个冒失，名叫做利未，坐伫世关，就对伊讲：来缀我。利未就放下一切，起来缀伊。利未伫因兜为着耶稣办大宴席，有一大阵冒失以及其他的人，甲因做伙坐倒食饭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属因的经学教师，对耶稣的门徒埋怨，讲：是安怎恁甲冒失以及罪人做伙啉食？耶稣应讲：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我来，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悔改。后来，因对耶稣讲：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祈祷，法利赛派的门徒嘛是安尼。毋过你的门徒也食也啉。耶稣对因讲：新郎要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恁减话互人客禁食。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伫遐个日，因就会禁食。耶稣阁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：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，若安尼做，若毋是新衫拆破，拆起来，迄块新布甲旧衫嘛袂合。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皮袋，若安尼做，新酒会甲皮袋逼破，酒流出来，皮带嘛歹去。新酒就入伫新皮袋。无人啉旧酒了后，爱啉新酒，人拢会讲，还是旧酒较好。耶稣伫倒位？耶稣行遍逐城逐乡，传扬有关上帝主权的福音。耶稣落去亲近受到藐视甲厌弃的人，亲像渔民甲冒失，也医治迄受隔离甲受看轻的人，亲像盲病人甲半身不遂的人，互因会当得到救恩甲盼望。对19世纪开始，袂少外国宣教师为着传扬耶稣基督听的福音，三线来到伫台湾，也写了真侪美好宣教的故事。有台湾麻风救济之父称呼的戴仁寿医师，1911年对加拿大来台湾宣教，伊捌担任过新老病院甲马偕病院的院长。伫台湾服务期间，戴医师发现麻风病问题，伊用心研究治疗方法，搁伫1934年日治时代伫淡水创建台湾第一个麻风病患家园，也就是台湾后山园。战后，国民政府接管台湾，实施土地政策，后山园早日出也受征收。因为战争受迫离开的戴医师夫妇，转学时就赶紧转来台湾走藏争取，终于化解危机。1954年，戴医师对家人坐船经过日本，倒转去加拿大，无打算煞伫路途中破病过身。人照戴医师生前的遗愿，甲伊的骨灰带转来台湾，也甲伊的夫人做伙埋葬点后山园。有台湾山地医疗之父
自称的真相医治组，相反伫1911年来到台湾，深入新竹山区的台雅族部落宣教。伊的老爸伫1906年伫花莲开采樟脑，不幸遭受当地原住民杀害。真相医治组原本抱着为父报仇的心态，但是受到上帝话语的感动，下定决心来台湾杀害伊老爸的原住民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当当时伫台的日本政府禁止原住民传教，真相医治组为了接受原住民，特别去学医，借着医疗来接受原住民，也趁机会传福音。1911年，真相医治组全家来台湾，但是三个囡仔因为当当时生活环境真歹，小年煞破病过身。虽然是安尼，伊犹原持续伫真侪原住民部落医治病人，用听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戴英秀和真相医治组这两位医师，同一年来到伫台湾，因离开熟悉舒适的环境，来到偏远搁贫困的青云地，因军队耶稣的脚热，服侍有需要的人。试想看觅，耶稣伫今仔日会出现伫倒位？伊会甲倒一寡人斗阵？真有可能，耶稣会去伫病院探访遐个病人，安慰鼓励因，也是去网咖和青少年博感情，试图融入伫因。搁较可能也会去伫菜市仔、田里、渔船仔顶、建筑工地等等的所在探访，为着这个劳动者加油打气。耶稣伫倒位？这是今仔日的教会需要反省思考的问题。虽然咱免拢亲像宣教士共款，去遥远搁青云的所在宣教，但是咱拢通军队主的脚热，去接触需要帮助的人，分享耶稣的听甲福音。默想，当耶稣爱我为受苦的人付出时间和心力，牺牲家己的利益去服侍别人，我愿意无？当耶稣爱我为受苦的人付出时间和心力，牺牲家己的利益去服侍别人，我愿意无？咱来祈祷。怜悯人的主，你捌讲，谁要服侍你，就着跟对你。你伫倒位，服侍你的人也要伫遐。愿你引带我跟对你的脚热，服侍遐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